續來到宜蘭的員山鄉，因為落大雨，南陽溪漲大水，有一個連結車的駕駛無注意到停工的通知，透早4點半天也未光，就甲連結車駛入去溪道的中，結果錯漏的溪水一直衝，一打久啊，這個水就淹過車鏈，駕駛就安尼掉佇個錯漏的大水當中，蛤蟆互大水衝去，加在警消即時趕到位，半點鐘內就甲駕駛帶回岸邊。落水真錯漏，今仔日透早4點半，天才拍復光爾。這台連結車卡佇水路中央，溪水一直衝，大水已經將鏈仔淹過啊！而且這個水位佫繼續伫衝懸，互人看到愈來愈緊張。人命關天，警消人員接到消息趕到現場，看到這個大水愈來愈錯漏，救援人員趕緊伫現場拍掃啊！佇這個大水中要繞過，每行一步，攏互錯漏的溪水衝，甲攏徛袂在。互這個駕駛穿救生衣，戴安全帽了後，趕緊要甲救上岸。過程中，這個駕駛真了着驚，將這個搜救人員呢抓安，利用鎖安呢一步一步地撩水。旁邊警消人員嘛做伙出力。本局接獲報案後，立即出動人員、船艇及車輛前往救援。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，立即涉水並架設繩索，順利將司機引導救出。這場甲時間比賽救人任務，警消人員伫短短半點鐘內就將人平安救上岸。工業業者表示講，南陽溪正咧做疏浚的工程，因為天氣無好，山區落大雨，今年一天就已經通知過轉工停工，駕駛可能就是無注意到這個通知，才會將車駛到對岸調離站。一場大雨，一個大意，險險演變成無可挽回悲劇，加在最後只是有驚無險，駕駛嘛無着傷，是講這恐怖的半點鐘恐驚已經變成伊難以磨滅的陰影。